咱做伙来读诗篇54篇第1节到第7节。做伙来读。上帝啊，求你用你的名救我，用你的大权能替我伸冤。上帝啊，求你听我的祈祷，按耳孔听我的嘴所讲的话，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凶恶的人笑想我的性命。因无敬奉上帝伫因的面前，上帝是帮助我的，主是扶持我的活命的。伊要将我的对敌所行的歹报应伊，求你照你的诚实灭无因。我要将甘心的祭祀献予你。耶和华，我要感谢阿罗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好，伊救我出一切的患难。我亲目看见我的对敌拄着报应。咱即马要来请牧师用伫危难中看见上帝来讲道。现在大家平安。这可以讲大家有惊惊吓吓无？我相信也真侪人困袂去哈。不过拄啊，牧师讲大家平安，这平安是真重要。咱的信仰的顶面，咱也无徛在，咱也无倚靠，咱也无完全的抓着甲上帝的关系。我咧讲，这个地当会甲你惊死哈，啊，会甲你惊甲互你困袂去哈。啊，所以大家平安是非常重要。咱三当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只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搁来一摆要对你的话，伫遮三角来学习。看你的话，伫阮的生命中真侪大大的快乐，伫阮的生命中真侪最大的帮助，伫阮人生的中间来领受你最大的福分。但是，阮要对你的话三角是看你的心充满伫阮，帮助阮，坚固阮。阮也准备阮的心，要分享大声祈祷，拢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请问伫你的人生中间，咱是毋是捌拄着软的、惊吓、啊个那紧张的代志无？这种的处境中间，你要安怎去面对无？我相信对于4月初3的大地震，相信大家拢有感受到，到底什么时要发生什么代志，无人会当知影。所以有人伫网络吼，会顶面安尼讲，伊讲伊1个月拄啊伫花莲拄啊哪，有看到无？买厝对无？啊拄啊买了，啊搁咧交什么贷款，结果厝才砰一下，啊厝倒去啊，会当大无？啊钱还搁缴无？所以你就知影讲，人人生真一个咱无法度料想会到的苦难，拄啊买厝。交贷款袂当大，钱还阁赶快爱缴，吼！啊，这是咱讲要靠安那，兄弟妹，人生的道路会当对咱来讲是起起伏伏。像俗语所讲，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不管是毋是基督徒，不管你信主偌久，不管你的灵命怎样，你我。咱拢会拄到什么？拢会拄到困境。我想有时是咱的身躯，有时会有病痛。比如讲对 COVID-19， 有侪人感受到讲伊的什么？伊的免疫力安那下降，对无？啊，身躯一寡呐毛病走出来。啊，所以伫遐感觉身躯有时都拢真袂爽快。所以咱大家拢爱真细腻哈，千万毋通伤过忝。有时咱知影，接外人的环境对咱来讲，迄个压力哈，有时是真大的。啊，这是咱爱注意的所在。比如讲，这个环境中间，譬如讲，咱来讲人甲人的关系，还是讲伫工作家庭，还是互你会感受到累积、失望、烦恼、不足，甚至有人感觉呐，
毋知影要怎样伫安那行落去，遐姊妹，当咱着拄着遮个艰难、痛苦、困难的时，咱一定毋通袂记，你一定毋通袂记，你并毋是孤单一个人尔，你还佫有啥物人？万军的主，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伊甲你安那，伊还佫伫遐甲你安那好调调，甲你抱伫伊的心目中，甲你疼命命。伊伫遐也静静伫遐咧陪伴你，听候适当的时机，伊必定会出手，将你对即个绝望的深渊的中间啊，甲你扭起来，甲你安那扶起来。咱今日所读的即个新安讲的读经本，这段的诗篇是诗篇54篇，这篇诗篇的标明是大卫王所写的。顶礼拜咱有讲过，诗篇总共有几篇？150篇，其中73篇清楚标明什么人？什么人写的？啊？大卫王吼，大卫所写的。所以对圣经吼，咱会当特别对撒母耳记，咱会知影，大卫伊的人生是啥物？伊的人生是非常的坎坷的人生。咱会知伊厝内拢总有几个兄弟，你敢知？7个。爱就虽然呐，都爱去旷野呐、过洋，有时会拄到遮样呐，非常呐，吼凶恶的遮个啥物？好啊，屎啦，哦屎啦，伊讲咸啦，吼，啊，伊拢爱家己安那单独亲自去面对，来保伊的羊群，伊无通倚靠。只有信仰，成做伊最大的帮赞，甲什么？甲气力。所以，伫孤单的时，伫真正惊吓软弱的时，伊只会当到上帝面前。伊伫遐用伊的嘴，吟出迄个诗歌，来发出内心的情感。所以，诗歌成做伊灵魂的出口，也结连伊甲上帝即个亲密的关系，可以会当伫遐。重新得到气力，那像鹰鸟体式飞悬，啊那飞伫即个广阔的天顶。大卫的每首诗篇拢是有故事的，迄也是伊人生真实的经验，也是伊内心的强度甲挣扎。这通过一摆搁一摆信仰的中间，伫遐来检验，是讲测验家己的内心，伊的属灵生命。得到磨练，渐渐伫遐来成长、长大，成做上帝所使用宝贵的器具。那呢，大卫是虾米款的心境的中间来写这首的诗篇呢？第这首诗篇的前吼，拄仔咱圣经伫遐无，咱拄仔咱的读圣经时无伫遐写着吼。伊伫遐讲啥物？讲。西弗人来对扫罗讲：“大卫剑是秘伫阮遐嘛？迄时，大卫做即个教士的诗，交互乐官用诗言的乐器。这是第一篇哦。这10个啦，头前吼头前迄个注解吼，伫遐咧讲。咱会知影诗篇4篇是大卫王，伊是当时伊伫咧。”刀片扫罗的对杀的时，秘伫犹大旷野的中间，无拍算伊既然和这个当属伫伊犹大支派的同胞西弗人啊那，伫遐甲伊背叛，所以伫撒母耳记上23章19节，伫遮呢记载讲，西弗人上去基比亚见扫罗讲。大卫剑是点伫阮遐秘伫树林内的位所，伫亚西门南边的哈基拉山嘛。伫撒母耳记上卷26章1节安尼讲，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讲，大卫剑是家己秘伫亚西门头前的哈基拉山嘛。家己的呐，家己的人啦，伫遐来啊呐，甲出卖，遐姊妹。我毋知你捌互你安那真心对待，讲你是信的人啦，甲你出卖过无？啊，
我想这种的出卖，有时对咱来讲是非常的艰苦心，这种的背叛，迄种互信任的朋友，敢若亚当啊呐，甲你啊呐，甲你插一空，迄种的感觉，相信每一个人拢无法度感受，拢无法度忍受。西夫人检采是为了伊家己的利益，也是为了惊兄大必的牵连，所以伫遐来所罗王密告。伊密伫因的中间，并且带领所罗的军队来搜捕大必。遐姊妹，人甲人中间的关系人甲人的关系，其实爱建立上重要，爱上底线的对什么信任所以心理学家用这个心理学家的角度。讲，互生命变得有意义的三种感受是什么？这就爱有望，还有什么信念？我重要的是有些信任。反之咧，就是什么？无信任这个玩世不恭什么叫玩世不恭呢？就是对社会、对生活采取无认真、无严肃的态度。这样讲的什么？作梦。等等这些情绪，咱在无论兄弟姊妹的中间，还是讲朋友之间互相的信任，还所有的义气赴汤蹈火啦，什么两肋什么插刀拢甘愿这些这双方有一个真重要基础的什么信任的关系，这当拢无保留，拢无封闭，会将你家己。内心真实的需要，软正欠缺，伫遐勇敢对对方伫遐来显露出来。因为伊相信所信的人一定会接纳、包容、保护并满足伊家己的需要。所以这份信任，那伫遐受迫害，譬如讲被所信任的好朋友骗取利益。譬如讲，甲对方讲出家己的秘密，结果互公开伫大家拢知，你咧讲的秘密，大家拢知，公开传扬，还是借钱互对方，结果讨会转来无？讨袂转来，像做了保证人，结果保证人，那个甲保证迄个人走去，你都要负担伊的债务等等，这种背叛。拢冲击了关系信任感的底线，后来毋是只有外在的损失，更加一种互放杀，一种失望甲挫折感。兄姊妹，大必本身是讲起来是一个真单纯的人，伊为了所罗王，为了家己的国家百姓，伫遐愿意伫遐赴汤什么蹈火。伫战场的顶面流血拼命，无拍算。所罗为了家己的利益，家己的王位，什么制度，伊本身伫遐想尽办法，不但伫遐追杀大必，所以咱有一句话讲，功高什么，功高什么震主了所以有时伫中国的历史顶面惨剧是真多真大，但伫遮咱看去大必，伊也拄着这种的代志。所以大必为了要夺撇所罗王残忍的追杀，离乡背井，四地的逃亡，这已经互伊感觉非常已经非常的艰苦，非常的痛苦。伫困境中间，伊不但无辜，阁无奈，无拍算，竟然阁有人落井下石，对伊压迫。加害，而且这个人也是家己伫遐会当信任的同胞，这叫做互伊陷入更较大的困境、苦境。我毋知影，如果是咱拄了这个代志，咱是毋是有可能就伫遐绝望，是毋就崩溃掉？所以大必并无绝望，因为伊知影人是非常的软弱。个会熬变换，人随时会对着时间甲环境
来做出对家己有利益的改变。人所下的愿，还是讲承诺，有时真恶得底下来遵守。人也真容易为了家己的利益，而做出背叛的行为。伫连连遭受到背叛的痛苦中间，代表伊可问的人生甲性命伫信仰内面，伊定心敲找着新的出口。伊的目睭无再放伫人的心上，你是转向伊伫遮达伫信任，完全会当倚靠这位万权能的主，创造伊的上帝。代表怎样？人是无可靠的，人是熬变换的，总是全能的主上帝是永远袂改变的。伊的慈爱、慈悲的圣手必定会当伫遮来帮助伊、拯救伊，并且歹人也必定会遭受到报应。好公义的上帝伫遐来灭绝。这诗篇54篇，都是代表真侪以色列王的了后，伫王宫内面来回想。伊过去所遭受的这苦难，得到上帝的帮助拯救，伊伫遐来写落来种感恩的诗歌。伊也借着这首诗歌，劝勉人伫苦难中，都要完完全全的信任甲倚靠这位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毋通做歹，免得遭受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写完的了后，伊就交这个领长用诗言的乐器讲做一批的诗篇。这只是咱当心来学习诗篇54篇。诗篇54篇第一节，底下讲上帝啊，求你用你的名救我，用你的大权能替我伸冤。这首诗篇真对重上帝的名。第一节甲第六节，伊拢提到上帝名，遐姊妹，代表一也真清楚上帝名非常的重要。虽然伫 RPG 的时候真强调爱用上帝名伫来以神的名来祷告，来什么？来宣告，用上帝名伫遐来祈祷，来宣告。你上帝名确实真重要。请问你有清楚上帝名这个分量无？咱咧知影伊是真正宝贵的，伊真正是咱生命中最大的一个倚靠。我用一个上简单的例，伫咱现实的生活内底，譬如你的手中有一张什么郭台铭签的这个什么机票，你是受指示的收款人，对，会当去领钱的人。个这张机票会去倒位去领？会当领出现金，你感觉这张机票会当无？会当考无？这真的毋是假啊！我听无咧诈骗集团我相信你相信就知一定真的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名，这人的名，个伊所签的是会当代表伊的什么？迄个人会当互银行伫这生理界受信任的人。会讲你若任一个立法委员。立法委员知即摆讲要炒工事啦，炒有诶无诶是咪学讲？我你讲，有时是安尼，拢会当炒呢。所以你就知影，立法委员伊诶权有偌大。请伊敲一通电话，会当甲你诶代志解决。所以就是立法委员会当靠伊诶权。这是人伫这个世界上有时咱会拄着一寡代志。那无咧？你拄着真大困难的代志，你若拢无只会当处理的什么？处理的管道，还讲处理的方法，还讲毋知影的是，你就敢一只什么？伫安尼紧张敢安尼，毋知要唱讲热锅上的什么蚂蚁毋知要安怎，走袂去从来毋知要安怎所以如果你若任一位真正有分量、有能力的人，并且知影伊愿意帮助你。那你的心内就会当有较实在，会当踏实无？一定通踏实啊！用咱上简单的，你的病，你一个患病的人，个一个医生若讲真正好，你安怎？你会去找伊无？你若找伊有甲你医好无？
甲你医好，啊若甲你医好，你会甲介绍无？会无？同款的意思，哦，这是人得到一个会当解决，会当得到帮助的。伫这咱看去，代表伊拄着相同的什么？相同的压迫。同款同胞，这个西弗人伫遐来出卖伊，扫罗带军队来追捕伊，要甲伊走投无路，伊无人通挖靠，伊只敢当呼求讲：上帝啊，求你用你的名救我，用你的大权能替我伸冤。现在这边咱知影上帝名是真正有气力、有能力的。伊伫遐掠砍扫罗王的目睭，我代表一摆，搁再一摆，伫扫罗的目睭下安那，伫安那逃脱，是安那，是伊个有机会安那，会当甲扫罗王安那，会当甲安那砍掉，你敢知？但伊有一句话讲安那，上帝所那，我以为伊安那，伊毋敢那陷害伊。因为扫罗王是上帝所抹油的，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技术。伊虽然有机会报仇，但伊安那，伊是挖靠什么人？挖靠这位万军的主上帝，伊所性命完全挖靠上帝。现在姊妹，咱都要相信，你无法度伫遐人讲起你的委屈，你无法度伫遐。来，人讲起你所遭遇这的伤害，总是上帝拢知影。伊要来到你的面前，互你伫伊的施恩宝座前，会当伫遐来求怜悯、求恩典、求挽靠、求得到帮助。相信坚信挽靠伊的人，特别安那，伊特别保守你10分的平安。这第一节的记载。第二节，上帝啊，求你听我的祈祷，爱康听我的嘴所讲的话。嘿，姊妹，当咱心内有苦情、无对通发泄的时，你一定爱知影，咱让进入到上帝的圣所，来到上帝面前，通用祈祷，通用讲话来讲起家己的困境，恳求上帝的拯救甲伸冤。特别知影？伊的上帝，伊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位活活的上帝，是听人祈祷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伊确信上帝的恩典、慈爱，每一天会早起时，你若伫遐祈祷的时，绝对毋是对空气咧讲话，空空无路用，乃是要得到听。有时阵，当咱陷入苦难的风暴中间。你的心好像和这个地动啊，震动甲外边啊，外边跳出来，迄种的惊吓，迄种的失望，迄种的痛苦，会毋知要怎样，毋知要如何向前行。总是咱伫迄个时爱选择，你都爱定义，一定爱哪，一定爱定义来安然抓着上帝，来倚靠伊，信靠伊，知影伊是听咱祈祷的上帝。知影伊会留心听咱嘴中所讲的话，知影伊是听咱、顾念咱、体贴咱、原谅的上帝。所以咱的祈祷是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二节，第三节，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恶的人笑想我的性命，因无敬奉上帝伫因的面前，代表将伊所处的这个所遭遇的这个苦境，伊伫遐甲上帝讲，将伊面临的危险、危难，伫遐上帝伫遐啦来诉情，伊的性命危险有冤无底讲，无人会当帮助伊。现在姊妹，伫这危难中，伫荆棘的下面，人是真容易啦，人是真容易伫遐，毋知要怎样。像可能会伫遐埋怨，啊伫遐啦，拢讲这是别人啦，别人无好，对伊伤过头，伤过分，将对方的歹伫遐真正的伫遐啦，伫遐甲伊拼出来，甲发泄出来，
为了要证明家己的无辜，换出同情。我相信这是人性。大卫虽然是合上帝心意的人，总是伊也是人。当然，伊也会心存不满，总是爱记哩。伊毋是伫人的面前来讲人的什么，人的遐个歹话，伊是来到上帝面前来讲起伊内心的感受，求上帝为伊伸冤。遐姊妹，当你互人攻击的时，尤其是一寡根本都无相关的人，伫伫咧边仔伫遐哩煽风点火加油添醋。有一句讲违抗什么天下不乱的时，遐个风言风语，有时互你无法度伫遐来忍受。搁当咱遭到强迫的人，用实际的行动伫遐霸凌啦、欺压啦、欺骗啦，正像上古一句话讲明枪易夺，什么暗箭难防。这遐心内无上帝的人，我甲咱讲，伊什么款的代志拢做会出来。这个是你是怎样呢？这是你要怎样呢？我相信咱只有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为着咱来伸冤。因为如果你到处去甲别人讲，讲家己的委屈，无理解的人、听的人，伊会感觉真烦躁，感觉你真软正，有时会感觉你实在有够无路用。所以真心会来到听你的上帝面前，伊会将你抱伫伊的心怀中，安慰鼓励，加添气力，互你有更加大的气力，更加大的能力，会当徛起来。所以毋免惊，伫上帝面前，你会当放开你的心，毋免暗砍家己的软正。你要来到上帝面前，将你的好事，将你的需要，甲上帝讲。这是第3节。第4节，上帝是帮助我的，主是扶持我的活命的。扶持的意思是甲你拖住上帝是会当拖住你的性命的人。所以咱来到上帝面前，爱相信，爱看见上帝是真正要帮助咱的迄一位，是性命的扶持者。所以咱毋免伫遐论呢，毋免送胆。就像使徒保罗伫哥林多前后书4章80到90所甲咱讲的，阮凡事受患难，若是无困迫，为难也无失望，拄着困着也无爱放杀，受拍倒也无死无。兄姊妹，既然咱若要信，咱就真正来相信。因为一句话讲，迄个假神假神真败了。咱定咧看外口世间人是安尼，假神真败，真神呢？真神无人败。咱既然真正捌咱这位上帝，咱就咱得实实在在、确实地来相信，毋通假信。讲半信半疑，一面伫迫切基督到要死，一方面搁伫烦恼到要死那这种的信心是可怜的。真信就是爱将你的性命、将你的活命完全我就甲了落去我拢交托什么人？交托上帝。爱相信上帝的旨意是上好的，不管是生还是死。地动的内底地动互你会惊无？若真正倒落来咧，会死无？你会惊死无？所以你会惊哇，会倒落来，倒落来。所以阮的查某囝住伫楼骹，定甲你讲，你若有平安无？我若无甲回时，想我拢看伫内底就其咧摇的时咱也真正完心挽苦。你伫遐摇的时，就感觉困伫什么摇哪顶，咱都要这样的信心，这是非常的重要。
不管是生是死，拢爱交托上帝。就像最后所以是界定的祈祷，伊安尼讲：爸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你的手，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你的手。这超越生死的交托，互咱的心会当坚固的攀照。这无论顺境逆境拢好，咱会当伫遐交托。上帝要真济咱最大的帮助。这第4节，第5节。伊要将我的对敌所行的歹报应因，求你照你的诚实灭无因。大卫伫遐求上帝为着伊来伸冤，为着伊来报复，因为知影人的想法甲立场会跟对着环境的变动伫遐来改变。只有上帝是公义、信实的，是正直的。这是一句的诗篇这篇的诗。即句的经节内面，咱看到上帝是甲咱同款，伊是一位真正圣情的人，伊互人无辜的压迫攻击，这求上帝一定系报应对敌所行的歹，偏到诚实伫遐来灭绝因。代表伫遮心内人咧想，我想甲咱同款，有时拄着真正足气的去甲讲要举刀共抬我毋知你捌有时通受啊无？牧师若有呢，气甲若真正呢，你著一生都乌有去啊代表伫遮心内想，上帝最后将遮的歹人拢甲灭绝掉，一日都无留。代表伫遐相信，以上帝大权能，并伊的公义甲审判，必定伊必定会做到，安尼就会当大大快乐伊的心。嘿，姊妹。如果是你，是不是安尼想呢？其实这个人性，潜藏伫人的内心心底的真实性情，平常时你是看不出来。为难临到的时，这个人讲人性的什么劣根性人性的劣根性，就伫遐拢自动拢走出来。为什么像代表这么属灵的人？也讲出这种严厉咒诅的话咧，这伫遮上帝要咱看见，原来伫人的内面，就是属灵的人的内面，拢有这种可怕的这样邪恶的念头。上帝要咱知影，伫人的内面无好，连一个好的人也无。若是上帝怜悯，若是伊的怜悯。人拢会为着家己的歹、家己的邪恶来争论，这代表伫这首诗篇的中间流露出伊真实的感受，将伊的本性摆伫上帝面前，放伫上帝面前，因为伊知影上帝必定会接纳、包容一切软弱不足，甚至甚至歹的一面。这个上帝的慈悲甲怜悯，这是第5节。第6节，我要将甘心的祭祀献给你，耶和华，我要感谢阿罗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好。当代表做王的了后，伊搁再回想迄段痛苦的经历，伊伫遮非常感谢上帝听伊的祈祷，好伊的内心伫遮真正得到讨放，无搁再互遮的怨愤的情绪伫遐所困扰。伊伫遐甘心献祭，伊要学了称颂上帝水的名。兄姊妹，咱的心若受到这个苦毒困迫，你就无法度来学了。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过去咱可能有真多叫做不堪回首的痛苦经验，真正讲到非常痛苦的过去。我定咧听这士大人因咧讲因的过去的技术，还讲故事，还什么咱听了时感觉足痛苦的呢？那生活食什么讲什么做什么但伊咧讲的是拢干咧人家咧吟诗，咧愈过去安尼无讲安尼迄种的艰苦，迄种的苦情，表示讲代志拢对伊来讲过去
所以讲的甲咧广告词共款，拢过去啊，都无再互遮呐，互遮的苦毒来捆绑。所以当伫遐来学咯，伫遐当做诗，伫遐来思想上帝美好的话。所以种统的经验，其实拢爱伫上帝恩典中，伫遐来浸泡中，来得到讨白，无再有苦毒。心若得到自由，你就会当伫遐欢喜快乐。所以心灵的讨白表现伫学乐，一旦学乐，就表示你的心无再有震动。心灵的讨白也会表现伫你甘心乐意的奉献。因为如果心灵若震动，你就会互万分所困着、困了，你就袂想着上帝，也袂甘心乐意的献祭。你的心灵若讨白，你就会开启咱信心的目睭，来看见上帝恩典主爱，永远无离开咱。搁要安那？搁要加倍伫遐来祝福咱。这第六节、第七节，伊救我出一切患难，我亲目看见我会对得得到报应。遐姊妹，当咱若拄啊伫咧受苦的时，咱常常一定无法度开嘴来学咯，因为你的心灵被捆绑掉的。所以咱求上帝爱帮助咱，要有一条呐，要有一个新的眼光，信心的眼光。所以当大卫伫遐开嘴祈祷，无是相信，并不是所有的难题拢伫遐来得到解决啦。事实上，大卫官呐，过去有这个扫罗王伫遐呐，追杀几啊年呢，总是大卫的信心，伊的目睭呐，伫遐互上帝伫遐甲拍开，伊相信上帝一定会帮助伊，一定会为着伊来伸冤。一定会拯救伊脱离对敌的对杀，所以心灵讨白，因为上帝来有信心，真正知影上帝名是水是好，确信上帝大权能必定会伫遐来施行拯救。遐姊妹，虽然大卫甲咱同款，拢有软弱的一面，总是因为伊对伫上帝有更较深的认识，对上帝认识。就较有信心来面对人生的各样的困难，所以伫困境的中间，看见上帝的帮助，伊的心灵就伫遐得到讨白，信心的目睭被拍开。同款，当咱做有人生的失败、无助、甲绝望的时，咱一定爱对遮的信心的威灵，因的经验中间，因的信仰前面来得到同款的信心，因为既然会受苦是暂时的，是短暂的，这个社会势力最后会被上帝伫遐啦，伫遐甲打败，伫遐甲摧毁掉。这是咱一信心的顶面所要领受到。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人生难免会拄着各种的困境，有可能是人际关系，有可能是工作、家庭的问题等等，咱千万唔通灰心失志。咱来搁想看卖啊，我是毋是真正来认识上帝的名，相信伊的名，求告伊的名呢？所以咱伫遮求上帝帮助咱，因为伊尊贵大权能的性命，互咱会当伫遐呐，无丧胆，无灰心，无软弱。因为上帝虽然无应允咱，袂去拄着苦难，总是应允咱会当放心。因为主耶稣已经较赢伫即个世间，所以当苦难若过，当咱享受伫上帝丰盛的恩典中间的喜乐的时，请问，咱是毋是会当成做一个会当知恩、感恩、搁会晓报恩的人呢？当咱伫遮来领受上帝大大恩典的时，咱是毋是让用诚实的心来向上帝献感恩的祭呢？我来当伫这个信仰的学习中间，我咱伫为咱中间来看见上帝要对咱的帮助，愿上帝祝福咱。咱三个同心来祈祷。
主啊，上帝，我一摆感谢你，互咱会当对你的话直接三角实。主啊，知有时对你的话，我毋是真深刻了解，总会当对你的话顶面，我会当得到激励甲帮助。因特别做信心的伟人，因伫圣经的中间所拄着这人生的苦难，因怎样一步一步来经过，一步一步来领受上帝你的救恩。做可能你会当帮助阮，兄弟姊妹中间，伫阮的人生的路的顶面，我有时会拄着最艰难、苦难，无伫工作，无伫家庭，无伫人甲人的关系顶面，无伫阮本身身躯各面的需要，所拄着的恶伫担当的事，主，阮只有带到你的面前，伫遐来对你求讨。无论阮为着阮的细囝，为着阮的子孙，为着阮的家族，阮的好朋友，阮的亲人，当阮无法度为着伊做什么事，阮只有来到你的面前，靠赖你，靠赖上帝，因为你是阮唯一的倚靠，最大的帮助。当阮来当一只来祈祷恳求的时，阮相信阮会当看见你拯救的手、帮助的手，要甲阮三脚伫地。求主上帝常常用你的话，搁一摆来坚定阮对你的信，帮助阮行过阮人生，阮最需要的事。搁再一摆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拢是靠这所基督的圣名，阿门。